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多，入来遮多。阿公带孙，爸带囝，翁带某，妹带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使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欢迎收看，天天又开心。安怎？各位你冇叮当？谁那边叮当？哦，头大面书红，肚大鸡仔红。不过你这读个人真赞，他个人赞没错。真福相，我希望免本钱的生理。你头毛剃剃啊吼，啊甲点18点18吼，所以吼来去吼菜市仔遐吼买一领咖西吼，啊买一领迄个饭吼，啊怎啊到菜市仔头遐徛。遐干咧，欧巴桑小姐吼，买菜剩咧咱山咧等，互你连迄道甜哦。我无你讲，啊人有的人若不爱甲等，我买遐咖啡，搁去剃头，爱钱是上要出。袂啦，阮隔壁一个朋友，敢若安尼笨到暗时搁听马杀鸡咧。哎呦，足嗨呢！哎，搁较侥幸的呢。之前电视上听着讲小朋友啊、囡仔去用拐走去啊，头婆走去啊，啊听讲吼，迄脚骨吼拢去用公断了，啊规车载咧去看庙口啦，是咧倒位安尼，你就知庙人去善男信女去拜拜，迄就上爱心嘛吼，啊就到暗时安尼，规车再搁载转安尼。哎呦，我唔敢咧收物件咧。搁有咧，迄社会新闻顶一阵仔毋是报道，讲迄什物塞个轮椅有无？啊来卖原子笔、卖卫生纸啊，迄拢假的呢，根本毋是摆卡，毋是啥呢。迄分刷搁说咧讲，即摆今分偌济，咧卖偌济，来，你甲我塞个偌济，我偌济，安尼分了。这我前时捌去拄，你捌拄着哦？我甲于天伫咧高雄做秀，做完秀，咱就去六合二路食宵夜。哦，真出名。哎呦，阮隔壁停一台好落来车，迄车旧旧啊，落来一家伙啊，两个翁仔某啊，带两个囡仔。安怎？吼，行路摆卡啦，迄老迄人啦。哎呦，老汤安尼。系啊，老汤你看了真可怜。生粒啊就对啦。阮就去食啥，结果来减分啊，阮就摕100块互伊。对啦，是所以做爱心嘛。但是佫无偌久，超1点钟了后，人伊3个换好啊。讲伫阮隔壁都有咧食。哎呦！不甲巴肚枵，哎呦！讲实在，那是真害呢吼。嘿啊，所以讲咱这哦，就这边爱心吼，咱那个爱少注意者。对，啊，咱要讲这爱心进前吼，咱先来看厝边地球。来这。昨暗安尼啦，一个仔就来甲我叩门，一个仔就来甲我叩门，叩门叩几暝，哈都无困呢。即摆搁好意思，叫我创啥？陪你甲朋友去食饭。会用的啊，要食饭会用的啊，3万块摕来。啥？食一顿饭爱3万块啊？无法度啦，上叫我是人家的。什么叫做人家的？台语叫做人家啦。好，3万，来，你陪我去哦吼，来3万，好你啦，好啊，你这个该死啦！你莫走！怕死啦！会气死啦！真正会气死啦！会长啊，气死验无伤哦，是搞迄验尸的拿来吼，都毋知要对倒验起。哦，这我有经验，我有看电视咧做迄验尸的吼，迄来吼对中间咧破腹，敢咧太低吼，啊塑料都爱忍百来忍了吼，啊再搁剃，甲一尾敢咧牙讲一只咧，哦出歹看的。我真正足硬的，足硬的。会长忙言，嘿，有会啊呢。迄若要安尼赢哦，万不你赢者心中难怎吼，啊真正若叫定去哦，我是要如何是好？我安尼吼，替伊捐迄6万，啊，甲我约谈咧公园，佮兼甲我放假，啊，人迄查囡仔安尼哦，甲伊讲一声讲，啊，我是人家的，啊，谈考虑都无考虑啊咧，3万块一声就丢出来了，啊。
啊，若换做恁家弟啊，恁甲想看嘛？啊，你会受气袂啦？受气，会长啊，迄莫怪你会生气啦。啊，是讲哦，讲遮个古代小弟哥嘛，互你咧莫几下呀，啊，你气嘛应该消啊，对吧？吼，迄气要哪会消啦？6万呢？6万呢？恁甲想看？6万呢？啊，前迄几个就要甲我拄掉，无可能啦！一算起来万几箍，安尼袂无了。会长啊，我咧想吼，你是啥物时阵做代志变个遮冲动啊？啊，恁的朋友嘛早咧开喙讲伊要捐6万，啊，你安尼连一个钱仔囝影都无影着，你家己丢6万，讲要先替伊纳，哎呦，这安尼到底是要怪谁啊？我想的哦，应该怪你家己想糊涂。对，会长，这讲实毋是我爱讲的，你伤过着急，伤过冲动，怪爱怪你家己。啊，若听恁安尼家弟仔讲起来，我捐迄6万吼，恁家弟仔敢若对这件代志有疑问哦。会长，即马即句话是你家己讲的，阮家弟仔是无安尼想哦。你看，会长，你家想看觅，虽然讲吼，这6万块的捐款你先替伊纳，啊，毋过人对方吼，伊敢若用嘴讲尔呢，啊，到时这小弟哥若无要承认，你敢有人会发晓？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虽然讲吼，这6万块的捐款你先替伊纳，啊，毋过人对方吼，伊敢若用嘴讲尔呢，啊，到时这小弟哥若无要承认，你敢有人会发晓？恁家弟仔安尼讲嘛，真有道理呢。啊，毋过我安尼讲哦，我这是有收据的哦。这吼是社会局吼，啊开迄6万块的收据啦。啊，这个捐款人吼是这个吴社铁啦，恁看卖啊。这个人嘛真刺面的，啊，什么名唔好，叫吴社铁，吴社铁，赶紧。吴社铁哪好笑？吴社铁，赶紧。我社铁，我社铁，我社铁，我社铁。会长啊，嘿，我即马就看到这个名吼，我煞唔知影到底是要讲你戆，还是讲伊巧。我食铁，无怪会长叫食死死。哦，一日十八度9搞个通头。啊，恁安尼家弟仔是咧创啥啊？啊，我这个心肝都伫遮咧如苍苍伫遮咧烦啊！恁安尼搁甲我开甲。歹势啦，会长，毋是超工的啦，啊，都迄个名吼，好了太好笑了，是咧。我讲互恁知啦，这6万块吼，假使我若无讨倒转来吼，若去互阮某知影吼，阮某是会甲我变面的，搁兼招我离婚哦。啊！安尼一声严重的，哇，你严重哦！去，滚啦！喂，我看吼，这件代志吼，恁查甫人出面吼去处理吼，会较好解决。所以呢，你一定爱替会长吼去讨公道倒转来。好，只要你咧交代，我绝对替你出面。好，这收据好啊，好，这收据讲这真重要。我来去找小弟哥算账哦。滚啊！喂，头家娘，这件代志吼，较麻烦恁啦，哦，万事拜托啦。没完了。啊无吼，我先转来就等恁的好消息啦。好，等你睇啦。拜托吼。无问题啦。头家娘，拜托。伤济啦。啊，交代我妥当的啦。看听看嘛，哟，咱们讨小棍啊了，我做过里长，我讨是我专门的。啊，你讲后礼拜2间破洞房，好，我甲你留落来，多谢呢，一定要来哦。多谢，再见。加油！阿姑，请用这个，请啉咖啡。唐娜，啊？你看我来。哦。我都无发烧咧。无啊。日头嘛无胃塞明出来，今日是安怎呢？对于恁阿姑遮尔好，歹囡仔搞烂头，还是讲迄个水鬼啊掠高地，那对我遐尔好，什么意思啊？哎哟，无什么意思啦，是有淡薄仔代志要参你参详。都拜托个啦，哎哟，你是我常听这个查某孙啊对。
有啥物代志，做你讲，唔免遮尔搞啰嗦。毋过吼，即摆要参你参详即件代志，会去挡着你的财路。啊，挡着我的财咯。这都要较注意啊！你讲啥物代志？哎呦，我想要甲阿姑拜托啊，迄个五食天迄个小弟哥吼，迄2间房间钱咱莫趁，甲伊赶出去啦。莫趁。啊，2间就住好好，而且人个房间钱嘛纳了，啊，要哪共赶出去？好，阿姑，你嘛知影我啊是一个足讨厌这重色轻友的人对无？伊讲吼，伊甲会长是好朋友，啊嘛有答应讲要捐这6万块，甲阿婆斗3工哦。嘿，结果佫甲迄会长放婚照呢，迄钱拢无爱摕出来。这种的人，咱敢不要爱伫遮大，迄莫甲伊做朋友啦。那看你这个型哦，阿姑真欣赏你，真钦佩你。你的意思讲路见不平，气死人人，就是安尼啦。所以才会讲买好大。对啊，啊你想啦，这种的较小弟哥人住咱遮，哎呦，这附近的查囡拢足危险的呢。有影呢，你讲这话真正哦是一个重义气的人。阿姑徛伫你这边，好，绝对甲赶出去。好。吴先生啊，你嘛小拜托，这对2个就挨到安尼，敢若要出山咧。是咩？我黄金的呢？黄金的？当然是小王吸一个，我就气嘎嘎了。哦，拜托诶，阿姑，我昨暗吼听迄个小姐吼，迄甲赞几下，你哪会昏昏落啊？哎呦，啊人阮迄叫做三贵，迄查某囡仔打情骂俏，甲查甫哪有共款啊？哎呦！猪哥就是猪哥啦，查某拍拢袂听，猪哥嘛，我甲你讲啊，你为今日开始，你即摆会用出去啊？阮的房间袂租你，你甲死出。啊？对，无爱害你住。吼，你这种的人住来遮吼，连我拢感觉恐怖，袂租你啦。出去。歹势吼，2间4工的钱，我拢已经纳互恁啊，这是恁的发票，吼，我有证据。你讲我袂走？滚嘞！喂，你讲你有什么想？哦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有迄会长替这小弟哥啊去社会局捐6万块救济金，啊社会局吼，伊有开一张收据伫遮，绝对袂唔对。你看嘛，哎呦，真好食去，好食所以阿坤哥哥，你要替会长来收这笔钱对无？当然咯，小弟哥啊，你今仔钱若无摕出来吼，我绝对无放你煞。你莫动手，我有话要讲。恁听我讲，我虽然有讲要捐6万块，但是我敢有叫会长替我纳？讲甲纳是2回事呢。会长也无经过我的同意，结果家己先落甲纳，啊即摆呢，啊莫强迫我落来捐6万块，你讲对唔对？你讲嘛是有道理吼。我知你。啊，不过你的意思，咱会长即摆已经6万块摕出去，你意思讲这个6万块拢爱互会长出，你无要出半仙就对。啊，我嘛真明理的人啦，无规矩安尼啦。会长甲我一人一半，要来唔趁，吼。一人一半，哥哥，安尼嘛会使哦，有道理哦。安尼哦，来讲啊，无安尼啦，有看也无啦，哦，无义气嘛好，无全套无半套，我嘛加减仔收，好啦，我代替哦，会长甲你答应啦。安尼使吼。好。头家娘，你是安怎啦？安奈看到我就做你走啊？因为你甲迄只小弟哥是共党的，离较远的较安全。头家娘，你误会我啦。啊，其实哦，我会甲迄个小弟哥做伙，无点嘛是为着钱啊。我毋是伊的情妇，阮只是朋友，阮亲伯的啦。亲伯的？是真的？你讲我袂。其实吼，迄小弟哥吼，做人是足歹的啦。啊，我嘛知影讲吼，你最近啊，为着迄捐钱的代志，甲伊用啊足无爽快。什么都无爽快呢？为着迄只小弟哥咧空嘴无钱哦。阮的会长哦，因某安尼气甲吼，2个冤家冤甲偌严重咧呢，佮甲阮会长讲吼，6万块若讨无倒转，就甲伊离婚。啥？
有这严重哦？加讲诶，我才对因兜煮出来那尔啦，骗你是有通食。头家娘啊，这件代志吼，看有啥物代，有啥物所在，我要用个斗相共的啊，你尽量讲啦，我会尽力去做。其实哦，你看，伊讲哦，要关老板，咱干那咧嘴讲啦尔。啊，即嘛一个人要甲讨钱尔，讲伊要关一半3万，啊，阮会长敢应该拿这3万的哦？当然嘛无应该。啊，就对啊。啊，你若要甲斗相共哦，其实嘛简单啦，你想办法哦，去甲迄只小弟哥丢3万。丢3万？我有办法啦，头家娘，教我，我要。讲人难教，教你啊！我表秘密者你。心肝宝贝，你哪咧哭啦？是哭哪？哎呦，就阮老母啦，拄则送急诊啦，检验的结果出来吼，医生讲爱换一个塑胶的胃啦，迄自费吼爱3万块。塑胶的胃有塑胶的哦。当然嘛有啊，所以吼，我即马无迄个心情，甲你去佚佗啊，人爱来总钱啊啦。哈你哈，稍等下啦，你莫你甲我闹开。我有钱人呢，3万块要算啥啦？就你去人撞哦，哎。啊无，你叫人要安怎？简单啦，3万。来3万，摕去。好。无当诶。哦。安妮。安妮。你即马吼，先去迄个民宿的房间等我，我甲这钱吼摕去互妈以后，我就去房间找你啊。去了，等下房间。我房间等你哦。好，进来哦。拜拜。赞！3万块，ありがとう。袂对啊！但这6万块你全拢不动拢摕转来，恁某袂甲你冤家啦。是讲哦，即届好佳哉头家娘你甲我斗骹手啦，若无吼，我真正毋知要安怎啦，多谢哦。用多谢较食力啦，哦，会长你即摆意思敢若拢阮姊个功劳，阮拢无呢。可是咩，应该感谢有阮阿舅、阿公哥哥、阿哥有我，阮大家拢有帮忙呢。咩？对啦，会长功劳毋是干那我一个，是大家斗相共的。总讲一句吼，我应该爱甲恁大家吼说一声多谢啦，感谢哦。对啦，丽啊。你讲迄个查某囡仔，甲伊斗阵迄个查某囡仔，甲3万块是用迄可了加甲怪来。对，迄阵咧，哎呦，阮阿母吼，你向用送急诊啦，检验的结果吼，讲爱换一个塑胶的胃来做迄3万块，3万就丢出来。哎呦，真牛！所以人咧讲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迄个查某甲看起来敢若歹查某，恰查某，结果心肝佫真善良。就是咩，我吼事先嘛对伊无好感，我想讲伊是靠这个美色，吼，结果吼对这个小弟哥的查某佫进入一套咧。你毋是我咧甲学落的呢？哦，讲笑就话口就口，迄演技哦，无输咱电视顶看演员呢。哦，会长，讲实在，你真系运气足好，会当当来阮遮的救星啦。你连工去当着这查某囡仔，你爱好好啊，甲说一多谢。这唔免你交代啦，我吼一定会去探听迄个仔仔，看伊住伫倒位，爱带阮某吼亲自去啊，甲伊说一下大声。奇怪啊，已经等3点外钟啊，是安那袂要转来咧？小弟哥啊，你安尼这个时阵啊困中昼的时阵，你毋困出来，遮咧细细念，是咧念什么碗糕啊？无啦，借问诶，恁敢有看阮迄个心肝宝贝？对哦，无看到。头家啊，恁阮兜是安那啦？头家，恁兜，你用唱会较紧呐！恁兜的火烧厝，烧甲一年啊！哎呀，阮兜是火烧厝啊！
讨厌。小哥真厉害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咱今日的俗语就是讲救苦救灾，无救贫。什么意思呢？即伊个艰苦的时候，咱会当甲帮助。哦，啊，毋过伊善的时候，咱就无法度甲救啊。无同一钱一直好伊啦。系啊，因为善吼是，你爱甲教功夫，上要紧是甲教功夫。所以讲啊，你要买鱼要食，你不如叫伊讲教伊去安怎钓鱼。有一笔功夫，家己法度生存。对，安尼较对啦。无毋对，所以呢，人讲吼，要帮助人吼，无一定爱出钱吼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。啊，比如讲哦，咱就知影，咱的厝边隔壁若有迄个乌里桑、乌巴桑啊，就是年岁较济啊，实在无迄个气力通哦变环境的时阵啊，咱就去甲包变互穿去较舒适咧，安尼带着嘛较轻松。这是环保义工啦。嘿呐，为好义工哦嘛真好啊，像招伊搭李准无，足侪人迄义工去遐炒菜啦，煮饭互遐食，即嘛足好的啊。像讲迄嘉义的爱心团嘛，行善团，行善团伊拢会去共铺桥走路啊，真好啊。对啊，足好的呢。而且吼，讲真诶，爱心嘛袂使黑白做呢，要注意3部曲。哪3部曲？第一步就是爱知影讲，这个主管机关是毋是有合格？红十字会、创世基金会这种就合格。这样办呢？嘿，过来就是咱若捐钱出去，爱记你甲摕收据。收据。若摕出来，就代表是真诶嘛。过来就是3部曲吼，第3步就是爱知影讲，伊这个捐款的流向，是毋是有甲咱的钱确实关下迄财面？这最重要。到底财面有亲手收着无？这上重要。小姐，时间已经过啊30分钟之短呢，如果要跟您讲再会咯。对，咱今天天又开心呢，要奉劝大家，要帮助别人的时阵，一定爱啊，义无关键。签算情命，问啊问，问咱爱情安怎行？爱莫名其妙讲来就来，痴情是咱注定全。无未来，只有点点来离开，来到。